好啦，恭喜發財先啦！咁啊，馬年第一次同大家做一個一週嘅分析，咁啊先祝各位就係心想事成，馬年就馬上發財啦，馬上發達啦！總之乜嘢都係馬上啦，最重要咩？梗係身體健康啦嚇！好啦，咁啊睇翻初四啊，馬年第一個交易天咧，走勢就真係強差人意啦。雖然唔係話跌得好多嗰隻，但係你始終嚟講咧，唔能夠出現一個紅盤咧，係有啲咁多令人失望嘅。但係睇呢個指數啦，咁啊先行低開48點去到26,657，整日都係反覆喺26,356到26,694點之間。值得留意嘅收市，收喺26,413點，係輕輕跌穿咗條50天嘅平均移動線。嗱，年29半日市咧，日中曾經跌穿50天線，但係收市都冇跌穿。但係初四翻嚟復市咧，收市嘅時候咧，輕輕跌穿50天線，技術上形態上梗係唔係太過理想啦。但係大家要數一數時間。嗱，2月份剩翻交易天咧得5日，嚟緊呢個禮拜3咧已經係今個月期指轉倉嘅高峰日。嚟緊呢個禮拜4就期指結算日，而禮拜5就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，即係嚟緊呢個禮拜1同埋禮拜2，只要買盤稍為有少少反擊嘅話咧，指數3幾8點嘅回升咧係好容易嘅一件事。所以咧技術上雖然指數咧相繼跌穿20天，收市亦都輕輕跌穿50天線，但係我覺得情況未至於太過差。咪再講啦。今年2026年最低嘅指數係幾多呢？係1月2號嘅25,717，最高咧就係1月29嘅28,056，即係成個框框暫時2339點。簡單講，無論個市點樣反覆都好，都係走喺呢個框框裏邊。你話大件事係冇咩大件事嘅。咁事實上今年個市暫時嚟講，形態上都仲係先低後高啊！起碼第一季度直到而家呢分鐘都係啦。所以2月份高台有少少嘅反覆，係對2月份嘅市嚟講咧係有少少咧係不足，但係情況唔係咁差。但係講嚟講去，大家最關心嘅都係騰訊。點解咧？嗱，成個1月份啊，中移動由月初就跌到月底，唔知咩原因。後期原來咧要徵收嗰個增值稅，由6% 加到9%。嗱，當其時一宣佈完之後咧，大家計數啦，我發覺原來相對中移動全年嘅營運嚟講咧嘅現金流入咧影響只係得7.8到8%，係有影響，不過未至於太過大。咁對派息各方面咧，當然之後有啲影響啦，但係可能派少咗1毫幾先咁解啫。影響唔係咁大，或者係3幾毫子啦。總之影響就唔係話大得咁緊要啦。咁相對騰訊嚟講咧，同樣事情亦都會出現，因為咧市場係傳緊話，喂，佢已經可能被徵收嗰個增值稅，但係官方未有表態，冇話會，亦都冇話唔會。市場一路都喺度傳緊，喺度揣測緊。嗱，股市最驚咩咧？就係估下。嗱，我作個比喻啦，有隻股份，喂，傳緊有人收購佢喎，有被私有化嘅機會喎，股價點啊？係升㗎，消息未公佈，股價已經升定先，因為係利好啊嘛。但係調翻轉頭，你徵收嗰個增值稅係屬於利淡㗎嘛？咁你真係有冇呢件事咧？喂，徵收幾多咧？到底點樣徵收法咧？大家都唔知，咪估下咯。咁估下會出現咩情況咧？揸住錢，明想580、590開始部署騰訊嗰啲咧，縮咗隻手先，唔買住啦，梗係調翻轉頭揸住貨嗰啲就心囉囉亂啦。喂，600幾蚊買咗，使唔使走咧？捱下又跌10蚊，捱下又跌10蚊，捱下捱唔住可能會走噶嘛。所以零零碎碎個沽壓咧，令到騰訊個股價咧持續都係反覆大軟，但係
大家唔好忘記騰訊恒指成分股嚟嘅喎，比重係差唔多最大嗰隻嘅啦喎。佢估計如果持續10級以下嘅，會影響到巴巴噶嘛，會影響到其他一眾新經濟股，同埋影響到市場嘅氣氛噶嘛。所以成個市咧就立落咁樣輾轉反覆，相繼跌穿20天線，繼而10天線又再跌穿條20天線，其後更加喺年初4嗰日，指數正式係低收喺50天線之下，即係個市跌得嚟咧，係有冇咩特別壞消息？係冇嘅，但係有個不明因素就係騰訊嘅增值稅，令到成個市場嘅氣氛咧都出現咗一個相當忐忑嘅情緒，加上冇北水啊，所以變咗咧個大市喺比較不明嘅陰霾氣氛主導之下咧，就反覆略為大軟，但係好啦。A 股就嚟復市啦，咁北水一重現嘅話咧，會唔會有啲反擊嘅行動咧？唔排除呢個可能性。嗱，講到尾，2月份仍然係暫時都係先低後高，雖然指數咧已經接近今個月嘅低位啦，但係大家理性啲去睇，指數今個月咧係由6號嘅低位26,295升到去10號嘅高位27,397。頭尾3個交易天係升咗1102點，先唔好講個波幅大定細啦。最關鍵就係1個月嘅高低位，我印象中係未試過同時出現喺3個交易天之內。即係簡單講，如果指數唔會跌穿26,295點嘅話咧，係有機會進一步向上試頂㗎。調翻轉頭。如果冇咩買盤出嚟，從而令到指數進一步受壓嘅咧，係一旦跌穿咗26,295就逐沉底咯。咁最多就影響2月份嘅形態嘅啫。暫時嚟講係先低後高啊。咁影響咗我都開頭已經講咗啦，成個市根本上走喺1月份嘅框裏邊㗎嘛。下邊嘅低位係25,715，係1月2號嘅低位。高位係1月29嘅28,056，我唔理你喺呢2,339點波幅裏邊走上走落走落走上，你一日未突破呢個框嘅，技術上個市就係喺第一個季度仍然保持先低後高，只不過2月份能夠維持先低後高就比較理想，因為大家唔好忘記喎，由舊年10月開始咧，連續3個月出現先高後低嘅形態。直至到1月份，恒指突破咗10月2號嘅高位，舊年12月嘅高位27,381，從而扭轉成為先低後高，更加亦都係突破咗過去2年嘅高位，出現一個牛市一期嘅新高。所以你拉翻闊少少睇，成個大市嘅大局係好嘅，係冇變到嘅嚇。只不過過唔中1個月份梗有啲反覆嘅啫嘛，係咪？咁問題就係，如果2月份過咗，3月份點樣行呢？大家諗諗喎。3月份開始咩？炒業績公佈㗎啦嘛。4月份開始炒咩？炒除淨、炒派息啊。5月份都如是㗎嘛。所以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呢，喺2月中旬有少少反覆，稍為有啲整固呢，唔係一件太壞嘅事情。只不過中間夾雜咗一個不明因素，就係騰訊嘅事件咁解啫嘛，但係今日不明，聽日不明，始終有一日會明噶嘛，唔會永遠係咁噶嘛。我唔理你有同冇，你始終都要表態。我唔理你有加幾多，你始終一樣要表態。當一仲表態晒之後呢，咁就大家計個估值咯。以騰訊而家23倍市盈率，計埋今年業績嘅增長，個市盈率將會低於20倍，貴咩？我唔覺得貴咯，所以對中期後一個階段嘅股市睇法呢，我仍然睇好不變。咁當然知啦，個市再行翻上去，我哋梗係要揾領航股噶嘛。邊幾隻股份帶住個恒生指數升嘅，我哋就坐嗰啲貨先。頭先睇嘅騰訊啊嘛，係其中之一。巴巴亦都如是，匯控啦，仲有友邦啦、港交所呢啲都係有機會成為升市嘅領航股嘅。至於其他嗰啲，例如平保中移動嗰啲都有機會做翻好少少，所以亦都可以不妨咧酌量去坐。平保更加唔使講，我推介咗好耐啦。咁至於中行、工行、建行咧，老實講都冇理由睇淡㗎，仍然都仲係掹住個高位，況且估值又唔係低，息率又高，剩翻嗰3隻就難搞啲。恒指成分裏邊，美團、比亞迪
同埋小米咁就差啲，但係小米近期嚟講都斷定翻喺36蚊㗎啦，只不過爭一腳。如果能夠突破39蚊，就確認咗呢一陣嘅調整由59.999跌到落去33.3毫子，已經係告一段落㗎啦。能夠升幾多就睇下買盤嘅態度而定啦。至於比亞迪同埋美團咧，我仍然維持睇淡唔變嘅。總嘅嚟講咧，2月份暫時嚟講咧係有少少不明，但係咧下個禮拜翻嚟咧睇下北水嘅態度係點樣。如果有啲反擊嘅行動出嚟咧，當指數翻上50、20天線樓上咧，已經可以脫險㗎啦。剩翻落嚟就要睇下個動力足唔足以令到個市咧突破20天同埋27,000點啦。短期嘅市有反覆不明嘅趨勢，但係中期後續依然睇好不變嘅。